大家有冇諗過借出銀行戶口收錢轉帳，隨時干犯洗黑錢罪？好多年青人、非本地人士或低收入人士被輕鬆賺佣誘惑出售戶口，以為只係中間人冇做壞事，但其實你借出嘅戶口早已淪為犯罪工具。洗黑錢會助長詐騙及毒品等重罪，最終受害嘅甚至可能係你嘅家人朋友。警方鄭重呼籲大家唔租、唔借、唔賣銀行戶口、證券或電子錢包戶口。現時警方聯同律政司加快檢控洗黑錢相關罪行。2025年首11個月，196名洗黑錢定罪者被加刑，較2024年大增3倍。一時貪快錢換嚟嘅牢獄之災同終身犯罪記錄絕對唔值。戶口係你嘅，責任係你嘅，千祈唔好以身試法。